Hello， 大家都知道我成日飛嚟飛去，最近仲冇開巡迴演唱會，所以每次出 trip 都會自帶風筒。但我試過風筒去到外國用唔到，好煩惱。直到我揾到呢一部 Dreame Pocket Uni， 終於解決我嘅煩惱。佢係國際電壓版，去日本、韓國、澳洲、美國、中國、德國都用得，風力穩定又安全，仲要超細超輕，摺埋好似手機咁細。上一代仲拎過美國 Time 設計大獎。我不嬲都好多頭髮嘅，但係就好幼，好容易扁，所以我一定會吹同埋 style 少少先出門口嘅。唔好睇呢個風筒咁細，唔使10分鐘就將我把咁長嘅頭髮吹乾。你睇，我擺到個風筒咁遠，個風都咁大啊！同埋因為釋放等離子中和頭髮靜電，令到頭髮咧越吹越順。佢仲有好多功能嘅頭，嗱，呢一個咧就係小熨斗，幫我減少頭髮嘅毛躁。仲有捲攣棒，set 頭一流，搞掂。唔知你係咪同我一樣都中意啲實用又輕巧嘅好物呢？再一次俾你哋睇我嘅 before and after。